大家好，我係風師傅，呢個係一個全新嘅 YouTube 頻道風水教案。如果一個人11點半出世，咁佢究竟係今日定聽日呢？差半個鐘，可能日柱、月柱甚至成個八字都唔同。呢條片我會同大家專拆一個超常見嘅謬誤，即係咪一入夜晚11點子時就換日柱？不過首先會講下點解我會開呢一條 channel 啦。如果想直接進入主題嘅話，可以跳去中段啦。自從年中爆出咗阿七騙案嘅事情之後，好多 YouTube channel 都爆咗好多玄學界嘅秘聞。其實喺術數嘅業界入邊，質素真係好參差啊。雖然有玄術師 ISO 認識可以考，但係公眾對佢嘅認受性同認知性暫時都係未夠。而且同好多中國嘅傳統技藝一樣，流派眾多，各施各法，眾說紛紜，互不承認，真係好難統一標準。再加上術數五花八門，好多都古靈精怪呢。對一般大眾嚟講，絕對係佢識你，你唔識佢。如果冇涉獵過，都幾難分辨啊。究竟邊個師傅有料，邊個師傅冇料，更甚有邊啲係呃神騙鬼嘅騙徒。咁有啲朋友都會中意睇下電視節目啊，睇下書啊，嚟增加自己對呢方面嘅辨識能力。不過問題係，主持節目嗰個師傅或出書嗰位作者，佢哋嘅功力又如何呢？又係咪真係掂先？佢哋觀點又啱唔啱呢？甚至乎你去上堂跟師傅學嗰個師傅又得唔得㗎？雖然玄學術數係相對其他學術較為抽象同主觀，同一條命同一間屋，好與壞係觀點與角度，唔同師傅可以各執一詞。不過其實有好多定律係可以辯證到出嚟，係冇爭拗空間。如果連呢啲冇討論餘地嘅基本觀念都搞錯，我都可以斷定嗰位師傅就算唔係騙子或者隨口噏當秘笈，都只係半桶水誤人子弟啊！所以我呢條 channel 風水教案主要係同大家去分享一啲術數嘅基礎邏輯，就好似數學嘅1+1等於2咁，又或者兩個氫加一個氧就變水一樣，係冇可能違背同埋冇辦法推翻嘅。所以如果一個師傅連呢啲最基本又不存在任何意義嘅基礎定律都搞錯嘅話，我諗呢位師傅你仲幫唔幫襯或者仲跟唔跟佢學呢？就要諗下啦。好啦，喺開始之前呢，都同大家講下。風水教案呢個 channel 暫時都係試驗性質，只會用我空閒嘅時間嘅去製作影片，所以係會不定期更新。直白啲咁講，即係下一條片都唔知幾時先會出噶。所以如果你睇完呢條片又覺得唔錯嘅，都不妨喐一喐手指撳個訂閱掣，同埋一定要撳着埋個鐘仔。咁喺唔知幾時有新一集嘅時候 ，YouTube 先會提醒你打開嚟睇噶。術數嘅嘢唔好問我信唔信，問證據。先唔講法科，就數科嚟講，其實都係計數，全部嘢都係有跡可尋，有數得計。就算係成日聽到嘅河圖洛書嘅排列，都係有方法去計算出嚟，絕對唔係傳說話係喺龍馬同龜背上嘅圖案咁簡單，邊得嚟咁多神獸氹下細路仔就得啫。跟住落嚟呢，我會去糾正翻一啲根本概念，而且我係會好理性、好有邏輯咁樣去解釋俾大家知，點解我會覺得咁樣係啱，咁樣係錯。絕對唔會好似教會咁，總之你信啦，傳落嚟係咁就係咁，絕對唔可以一知半解就算，道聽途說。戴翻個頭盔先，因為我知道片段一出街一定會有人 challenge 啊，所以我講嘅唔一定係啱嘅，閣下自己分析啦。講咗咁多口水，都真係時候進入正題啦。第一集我要講嘅就係換日柱啦。無論係咩術數，包括算命、風水、卜卦，都離不開時間啦。一講到時間呢，就要從天干地支講起。其實我哋中國術數呢，大部分都係用陽曆去計算啊，即係24節氣、天干地支等等，通通都係用太陽曆去計算。就算你俾個陰曆我都要換算翻做陽曆去計算嘅，呢個都值得大家去留意下噶。而講到時間當中最大嘅爭議，一定係幾點鐘換日柱啊，即係幾點為之一日嘅開始，幾點先至算係第二日。喺現代嚟講，我哋而家係用緊格林威治嘅時區劃分法。根據格林威治嘅時間表，只要踏入凌晨12點就係另一日，所以正確嚟講應該叫零時零分。但係喺我哋中國嘅曆法入面，時間係用天干同埋地支去編配，而地支係固定嘅，即係由子開始啊，到丑寅辰巳午未申酉戌，最後就係亥啊，然後又到翻子，一個循環。而子時就係指現時我哋所講嘅夜晚11至凌晨1點，所以問題就嚟啦，究竟喺中國術數嘅算法當中，幾點先算係踏入第二日呢？係凌晨零時零分定係子時嘅夜晚11點呢？
跟住落嚟，風師傅同大家用3個角度去拆解呢個問題。第一係天文現象，第二個角度係中國曆法，最後就會同大家從易學嘅角度出發，睇下易經點樣去定一個循環嘅起點。有啲師傅會分夜子同早子，即係0時0分至凌晨1點係早子，晚上11點至11點59分係夜子。當踏入早子先至換日，有啲就唔分，一踏入子時就已經係下一日啦。呢樣嘢牽涉到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因為如果一個人佢係喺晚上11點半出世嘅，咁究竟佢係邊日出世呢？如果佢出世嗰一日更加係月尾或者月頭，就牽涉到佢係邊一個月。更甚者，如果係年尾或者年頭，就可能成個八字都唔同咗添啦。為咗大家可以簡單咁去認知呢件事，我哋首先撇除時區呢個問題先。我曾經聽過一位開班教授六壬神數嘅資深師傅，佢都教咗好多年，佢係咁樣講噶。佢話夜子早子嘅觀念係因為我哋開始使用格林威治時間，先出現所謂真太陽時，先至有所謂早子同夜子，古時一律稱為子時。佢呢番話可以睇得出，佢對中國曆法學係缺乏認知，對中國嘅歷史知識非常薄弱。首先我會從天文學嘅角度講起。喺中國以及世界上好多唔同嘅地方或者文明，最早嘅計時器之一就係日晷，利用太陽照射嘅影子嚟定時間。所以我哋嘅時間從來都係依據太陽嘅運行而嚟定。要睇幾點換日，絕對係要以天體運行嘅現象作為依據啦。中國嘅學說唔似西方咁有系統咁分門別類，缺點係好難發展出專業嘅學術領域。但優點係各種學術咧好容易可以貫穿、融會貫通。中國嘅曆法學係離唔開天文學。我哋首先利用天體運動去揾出一日嘅中間點先，毫無懸念，一日24小時嘅中間點一定係中午12點。點解？因為喺呢個時間，太陽就喺正我哋頭頂，望下我哋個影就最清楚不過。個原理同日晷一樣。喺一個循環入邊，中間點係中午12點，咁終點或者起點就一定係喺佢對面啦，即係凌晨12點咯。如果中間點太陽喺我哋頭頂，咁一日嘅開始同終結就應該係太陽喺我哋腳底嘅時間。呢樣嘢係完全冇爭拗點嘅，除非一種情況就係你話曆法同天體嘅運行現象係冇關係啦。如果係咁嘅話，當然可以11點換日啦，甚至你話朝早9點15分返工打卡嗰下先換日都得啦。不過假若咁樣，就即係古人用日晷嚟計時，一直錯咗幾千年啦。不過大家都知啦，天干地支從來都係跟太陽軌跡。喺24氣節之中，春分同埋秋分正正就係赤道同黃道嘅相交點，所以中國曆法同天文又點能夠分得開呢？如果硬係要推翻凌晨12點換日柱，我諗要改變太陽個運行軌跡先講得通啦。除咗天文嘅角度，跟住落嚟我就用另一個角度，即係中國曆法嘅角度，同大家去睇下究竟係12點換日定11點換日啦。首先，邊個話子時就係夜晚11到1點嘅呢？要解答呢個問題呢，我哋首先要明白曆法其實係有好多種。而家喺香港，一般人嚟講會分新曆同舊曆，又或者會覺得新曆係陽曆、太陽曆，舊曆係陰曆，即係月亮曆。但係其實我哋中國曆法係陰陽合曆，即係既有太陽曆，亦用月亮曆。月亮曆主要係用嚟睇潮漲潮退，但天干地支同24節氣其實都係陽曆、太陽曆，以地球運行圍繞太陽一圈去制定曆法。而就算陽曆其實都有好多種，而中國古時嘅陽曆係指太陽由冬至點開始行一圈，再回歸翻去冬至點，就為之一個回歸年。而唔單止現時有好多唔同計算方法嘅陽曆啊，就連中國歷代嘅陽曆其實都唔係一成不變。相傳由黃帝開始已經有曆法，不過現時流傳到最早又最完整嘅係西漢嘅太初曆。唔同朝代嘅曆法都會有啲唔同，可能每個月或每一年嘅時間日子長度都會有唔同。甚至我哋而家係正月過新年，但係喺周朝嘅時候係11月過新年噶。唔講太遠，講翻子時嘅問題。原來現時揾到最早又最完整嘅係西漢嘅太初曆，又叫做三統曆。佢係以凌晨0時0分至到凌晨2點作為子時，直到去東漢轉用4分曆，先至改做夜晚11點至凌晨1點為子時。到咗東漢末年嘅乾象曆，又改翻子時，由0時0分開始。跟住到三國魏晉時嘅景初曆，就好明確就將一個時辰劃分咗做上下兩部分。
用子時做例子，0時0分到凌晨1點叫子，1點至2點叫子半，如此類推。呢個將一個時辰分做上下半場嘅做法就一直沿用至今啦。咁幾時先至轉翻去以夜晚11點開始係子時呢？要數到去唐代由傅仁君撰嘅《墓人曆》先至確定由夜晚11點開始係子時。上半場即係11點至凌晨0時0分叫做子初，而下半場凌晨0時至1點用子正呢個稱呼代替之前子半個名。傅仁君認為0時0分係陰陽之始，所以叫子正更合適，以子時嘅中間點即係0時0分為一日嘅開始。自此之後，以子時過咗一半為新一日嘅開始就大抵定咗落嚟，之後都冇乜變過啦。我哋睇下道家祖師李淳風喺《新唐書》入邊係咁講嘅：古曆分日起於子半。元代趙有欽喺《革象新書》就話：子時之一半在夜半前屬昨日，下一半在夜半後屬本日。而有關術數嘅明代經典著作《三命通會》都係咁講：若子時上半時在夜半前屬昨日，下半時在夜半後屬今日。我諗風師傅已經講得非常清楚，所有曆法嘅論證都係指向0時0分換日。所以如果有位師傅話自古以嚟都係子時11點開始，就證明佢根本唔識得中國曆法，絕對係人云亦云，一知半解。咁我又真係悶少少嘅，睇咗咁鬼多文獻，唔知仲有幾多觀眾捱到嚟呢度呢？我哋中國人一年到晚最重視就係做冬，正所謂冬至大過年啊。咁大家又知唔知點解冬至大過年呢？因為冬至咧就代表陰氣去到極點，陽氣要誕生，所以又有句說話冬至一陽生，所以冬至就係一個開始，陽氣會喺冬至呢日就要誕生，所以咪大過年咯。仲記得我哋古時去計算一年呢，就係用冬至點做起點同終點啊嗬。咁冬至又係幾時呢？咪就係12月21或者22號咯，差唔多年年都係噶啦。冇錯啊，通常都係12月過咗一半左右就係冬至，進入新一個回歸年。我哋現時習慣咗舊曆就叫正月，新曆就叫1月、2月、3月、4月至到12月。喺術數嘅世界咧，就會用翻12地支，即係子月、丑月、寅月、卯月、辰月、巳月、午月、未月、申月、酉月、戌月同亥月。而冬至就係正正喺子月嘅月中，當子月過咗一半就係冬至啦。呢個時候一年嘅陰氣會到達極點，陽氣誕生算係一年嘅開始啦。咁如果放翻落一日入邊，自然就係子時過咗一半就陽氣誕生啦。咁仲唔係一日嘅開始咩？所以喺易學嘅角度，子時過咗一半，到咗12點，新一日就正式開始，先至要換日柱啦。所以喺3個角度，無論係天體現象、曆法學同埋易學嘅理論，風師傅話都可以肯定係半夜0時0分先至換日啦。如果下次你遇到個師傅話夜晚11點就係第二日噶，咁你明啦。當然佢算命準唔準係另一回事，佢可能有好多方法去幫你算命。但係如果講佢對八字嘅認知呢，我就可以直接100%話佢係唔合理、唔合邏輯咯。我只係話佢對術數一知半解。不過盲拳有時都可以打死老師傅嘅。但如果你有心學術數，就千祈唔好用咗錯嘅方法，錯嘅觀念都唔知啦。究竟係夜晚11點換日定係0時0分換日？我諗大家聽完我講都可以判斷到孰是孰非啦。自然又可以分辨到坊間嘅師傅邊個先係有真功夫，邊個係道聽途說就出嚟渾水摸魚揾食啦。呢集就嚟到呢一度先，之後我都會再同大家分享多啲風水謬誤，等大家邏輯理性咁對待風水，自然唔會盲摸摸俾人水啦。如果覺得風師傅講得唔錯嘅話，都麻煩大家喐一喐手指俾個 like， 同埋可以分享俾你嘅朋友。仲有記得訂閱風水教案，撳埋個鐘仔，等我有新片嘅時候 YouTube 可以第一時間提你嚟睇啊。風師傅唔賣恐懼，賣判斷力。今集係咁先，拜拜。嚟緊 CNY 記得等到0時0分先好講新年快樂啊。